咱下面要共读圣经，咱有愿要请拄则两位同学来带咱来读圣经。圣经，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，第一位伫箴言第4章20到24节。我的囝，着注意听我的话，按耳孔听我所讲的，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，着记牢伫你的心内，因为找着伊的人，就得着活命，搁通身躯得着勇行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你的喙着除去邪僻，你的喙唇着离开凶恶。第二位记载伫箴言第23章26节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献互我，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遐的路。下面信息，咱要请本堂释牧师，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将心归乎上帝，将心归乎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，要来提醒咱宗教教育的重要性，也互咱知教会就是咧信仰学习顶悬，教咱教到会晓的所在。所以教会就是学习信仰功课的所在。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伟大搁通敬畏的。只要上帝的囝儿，搁有一口气存在，拢爱不断学习，搁较济、搁较深来认识咱的主上帝。通过信仰的学习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不断来更新改变，互咱一世人行伫主的道路。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伫主日的时，阮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。信心上帝，阮欢迎你来进入阮的内面，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加做阮的帮助。也恳求上帝欢喜接纳阮今仔日伫遮的礼拜，会当加做芳芳的祭献互你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要先来看一曲，咱的咱的教会儿童宣告营的学生所演的默剧。因的内容是主耶稣替咱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付出性命的代价，救赎咱的一个记号。但是十字架有人就甲伊安尼擦身而过，十字架有人也根本无看到伊存在的意义，十字架也有人甲伊当作只是一个砖头尔。当有人将心归乎上帝，高举十字架时，会为着家己甲周围的人的性命带来改变，做伙将性命、将心归乎上帝。咱即时就做伙来欣赏。
愿这囡仔今仔日的服侍，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拄则咱伫看即出默剧，带予恁虾米款的感动？今仔日的圣经箴言第4章23节讲：你着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的。所以规本圣经拢直直咧提醒咱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尽力保守你的心。上帝看重咱的心，因为上帝看重咱的心，因为心决定一切，是活命的根源。主耶稣伊伫路加福音第6章45节有讲：好人对伊的心所积聚的，就发出好来；歹人对伊所积聚的歹，发出歹。一个人的心所充满的，嘴就讲出来。是啊，咱的思想会带出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若常常做了后，就会养成咱的习惯。咱习惯某一个代志了后，就会变做是咱的个性。个性就会决定咱是虾米款的人。所以咱心内伫想啥物，会影响到咱诚做虾米款的人。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因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心，因认为心对啊，你的行为就袂歪错到倒位去。所以圣经强调，耶和华上帝是监察人的心的主。伫新约圣经行洗的约翰，伊正人讲：天国君啊，恁着悔改。几年了后，主耶稣出来传道理，伊也讲相款的话：天国君啊，恁着悔改。过几年了后，耶稣的学生彼得带着信心的开来讲道，迄当阵有几啊千个人在听伊在讲话、讲道理，听了后，伊的心内真刺惨、真感动，就问彼得讲：阮着怎样做？彼得讲相款的话：恁着悔改，信耶稣，就会当得救。你为咱发现，因3个人拢正人讲：恁着悔改。基督徒若是会当明白啥物是悔改，咱就抓条基督信仰的精神。信主以前，咱每一个礼拜日，拢是安排去做咱家己以外的休闲活动，或者是做家己以外的代志。即马咱是拢来教会参与聚会、参与活动。信主以前，咱拢是去庙里拜拜。即马咱是来到教会祈祷。各位，请问这就是悔改吗？这就是悔改吗？其实悔改真正意思是180度向后转，也就是讲，咱的心爱对世界180度来转向上帝。耶和华上帝讲：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恁。也就是讲，信主以前，咱追求世界，追求无同的名牌。咱的心是向着这个世界，即马咱是咧追求基督，尊主最大，掠主最阳光。咱的心是向着上帝，这就是悔改。例如有真侪人有好的行为，但是伊无一定有悔改。不过照圣经的讲法，当咱若真心悔改时，一定有好的行为来产生。有时咱会看到民间宗教的信徒，或者是无神论者，伊嘛会当行出好的行为。安尼因就会当得救吗？
无，因为因无悔改，因的心无转向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生活的中心甲焦点，拢爱注目伫上帝，这才叫做悔改。只有悔改，天国才会临到伫咱，也就是咱要将咱的心归互上帝。箴言第4章20、30节讲：你着保守你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的。安尼心代表啥物？心是人的意志甲决定，心也是思想、意念、道德甲感情的总合。心阁代表你的想法、观念、个性等等。心也象征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使命。基本上，基督教是一个看重内心的宗教。甲台湾传统的民间宗教无同款，传统的民间宗教拢是苛刻人，爱做好事，爱积功德。基督教的信仰却是要改变人的心，互人会当对心底欢喜顺服上帝旨意，心智换心来改变。所以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是大大无相款。耶利米书17章第9节有讲：人的心比万面较诡诈，歹到极头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为虾米需要这份宝贵的信仰，为虾米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。对咱信耶稣开始，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要将咱的心归互伊。对心底愿意跟对伊、听叹伊、来听伊，这就是心灵真实的敬拜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另外一位的圣经有读到箴言23章26节，讲：我的囝，就将你的心归互我，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的路。上帝从来拢无爱咱大先为着伊做啥物。上帝爱的只是咱要将心归互伊。各位，咱在传福音的时，咱袂大声对对方讲：我甲你讲，我要甲你传福音，你爱先奉献金钱，才会当进入教会，耶稣才会听你。兄弟姊妹，咱敢会安尼做？绝对袂。咱只要将咱的心拍开，归向上帝。主耶稣就会当加做你的救主。简单讲，咱的信仰是内心的信仰，内心的宗教。我细汉的时，我伫教会儿童主日学大汉，主日学老师有教我一首诗歌，叫做《我们心中两个王》。咱中间会晓唱的，甲我做伙来唱吼。我们心中两个王，看看哪个比我强。一个要我下地狱，一个要我上天堂。下地狱的是魔鬼，上天堂的天国王。信靠耶稣的进天堂。咱这场唱甲上大声，最大声的一场，可见咱细汉的时拢有伫主日学大汉。都大家拢足够的吼，各位，伫咱的心中，的确有两种的困难在诱导咱。当咱的心归向什么人，咱就属伫什么人。约翰一书第5章19节有讲：咱是属伫上帝，全世界拢踮伫迄个派的。所以，当咱的心归向世界，咱就属伫撒旦，因为撒旦暂时管辖规个世界，伊是世界王。总是咱的心归向上帝时，咱就属伫上帝，自然就真愿意为着上帝做一切的代志。请兄弟姊妹，咱每一天的思想，
总是慢慢在造就咱即个人。也就是讲，你是好人还是歹人，是对你的心在受啥物来决定。所以看一个人的行事为人、言行举止，咱就会当判断伊是啥物款的人。所以心安怎对一个人是偌尔重要。安尼，咱要安怎帮助咱家己，将心归互上帝呢？第一个，就是爱约束咱的心。咱真容易互世界俗事来影响、来搅扰。顶个月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的厝里买了一台日本原装进口的6万外块的冰箱，伊真欢喜，就招我来去看。我一日到因兜看到迄个冰箱吼，我嘛非常意外。我就心内底想，哎哟，若是阮兜的冰箱会当换迄台吼，毋知有偌尔好。各位，咱的心的确真容易受到世界影响。咱每一个人嘛，一定有即款的经验，就是当咱下决心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决定，我每一工拢爱有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，甲你亲近的时间。但咱真正在读圣经、灵修的时，咱的思想拢会安那常常分心，一时啊就想到，哎哟，假使罗的火乖啊袂，吼，我一时啊就想讲，啊，等下吼我爱记哦，还佫有一个电话爱回哦，我着啥物？暗时要出门，我要穿啥物衫，就开始在想啊。咱在灵修的时，咱的心思意念常常无法度受到控制，拢会黑白受。所以一定要约束咱的心。除了靠上帝的话，靠信心的帮助，还佫需要靠上帝互咱坚定的意志。咱毋通完全拢赖互上帝，上帝我要灵修，你帮助我，家己却袂出力。各位兄弟，你我拢有责任。当心思意念分心的时，咱要用上帝手持坚定的意志，将伊抓倒转来。当咱会当约束家己的心的时，就较容易控制家己的欲望。即马世界在流行啥物？有当时咱看到，虽然有当时心会叮当一下，不过会当控制。会当理智来判断，即个有适合我，也无适合我。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学习的功课，约束家己的心。圣经讲，箴言16章32节有讲，管辖家己的心的，赢过厝着城。各位，咱的心遮尔细，如果会当甲伊控制好，就亲像得到一个大城市同款。心对你对我是偌尔重要，所以将心归乎上帝，第一个功课就是要约束家己的心。除了我靠上帝以外，也阁要求信心，上帝帮助咱，用坚定的意志来约束家己，约束家己，将心归乎上帝。第二个，要将心归乎上帝，就是爱常常受到上帝，也就是讲，爱常常受到上帝，伊毋望我安怎做，爱常常受到上帝，伊毋望我要安怎做。现代人拢真无用，常常拢会听到别人讲啊，当我有闲的时候，我才来做这；我才有闲的时，我才来安那。各位。咱敢真正到无闲到无时间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嘛？有一句广告词讲：再忙也要跟你安那。要喝咖啡哦，喝咖啡的时间到了。谢谢哦。再忙也要跟你喝杯咖啡。是啊，当咱开始约束咱家己的心。会当真心摆在生活优先次序的时，咱就会发现，原来也够有时间呢。原来咱也够有时间呐。各位，就是咱生活伫真无闲、真混乱的中间，
咱搁较需要爱常常受到上帝来帮助咱，转到大生搁重要的代志顶悬。也就是讲，当咱伫一件搁线接一件的代志中间，咱伫真无闲的中间，咱要对这中间来抽出一点点的时间，咱来受到上帝。譬如讲，咱工作中一件接一件的代志，咱总是会停落来啉水吧，咱总是会停落来伸个懒腰，只有几分钟休困的时间，咱就受到上帝。甚至咱在等车、咱在坐车、咱在行路的时，拢嘛会当受到上帝。其实咱真侪人，咱拢有坐捷运，咱伫捷运内底拢看到真侪人，无论徛咧还是坐咧，拢嘛在做低头族，在滑手机对无？在看手机啊。其实咱嘛会当利用看手机的时间来受到上帝。所以咱应该提醒咱家己，咱是属于上帝，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。别人会当安尼用这个时间做这个代志，咱有另外的选择，咱却会当利用这个时间，咱来受到上帝。甚至伫这段时间中间，咱也会当甲上帝讲话，会当讲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主啊，请你来帮助我等等。只要常常做惯习了后，咱就会当将咱处理的人、将咱的工作，甲上帝结连做伙。无得甲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无得甲8分钟还是1分钟，就利用迄个短短空档的时间，咱来受到上帝。各位，假使咱徛伫上帝立场，咱来受以下2个情形。第一种情形，咱每一工有固定的时间，用1点钟、60分钟哦，咱来灵修、来祈祷、来亲近上帝。等咱60分钟到啊，上帝时间到啊，你点伫厝里，我要出门啊。咱就伫这工的中间，咱所有的时间拢无受到上帝，因为咱将上帝放伫一边，完全无受到上帝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时间，第二种的情形，是讲伫一工的中间，上帝足歹势，我只有10分钟到20分钟尔啦。会当读圣经，会当祈祷，会当灵修来亲近你。不过这工其他的时间主你拢甲我做伙，因为我毋茫会当常常利用空档的时间来受到上帝。甚至在食饭的时，在运动的时，在坐车的时，咱拢有空档的时间，咱拢会当受到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2种情形，你认为上帝比较较介意倒一种？上帝比较较介意倒一种？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20有讲，使徒保罗甲咱讲，恁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学习。常常受到上帝，常常受到上帝爱我安怎做，利用时间来亲近上帝，伫日常生活中将咱的心归乎上帝。双连教会会友真幸福，有各种年龄层无同的宗教信仰的课程。咱伫礼拜日早起有儿童主日学，咱拄则有看到。阁有几啊班的新人主日学以外，咱伫周间有蔡牧师的查经班，有牛埔庄的查经班，咱有小组、有团契、聚会等等。只要咱愿意，一定会当帮助家己信仰的生命搁较成熟。特别伫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的时，咱毋那只有金钱的奉献。咱也爱奉献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不断装备家己，互主来用。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，在亲近上帝学习顶悬，爱继续追求，参与咱的教会无同款的教育事工，互咱一工比一工更较亲近上帝。
咱要怎样伫生命顶面来起造家己，将心归乎上帝呢？侪兄弟姊妹，伫礼拜每礼拜对主日的信息中，拢有领受。不过，咱嘛真容易拢袂记的。所以牧师要建议咱会当对每一届的主日讲道，或者是周间各种的课程，甚至每一摆的聚会中，咱每一摆只要抓条一个信息的重点，抓条一个就好，一个信息的重点。我今仔日有几个重点？两个嘛我拄则有讲两个嘛你只要抓条一个就好，抓条一个，咱的内心只要记牢迄个信息的重点，咱就有一个属灵操练的方向，会当帮助咱去亲近上帝。亲像今仔日的讲道，咱要抓条一个重点，就是爱常常受到上帝，常常受到上帝。咱今仔日礼拜煞，咱转去了后，伫你的工作中，伫你的生活中，咱就利用时间来受到上帝。真侪人抓做要做一个属灵人真困难，其实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无困难，困难的是啥物？咱是毋是会当有恒心毅力坚持落去？愿咱做伙立志，对今仔日开始。每一天的生活，咱拢会当受到上帝，常常受到上帝。对早起目睭闭紧，咱就感谢受到上帝，上帝也感谢你，收拾阮新的一天。咱要食饭的时，哇，看到桌顶的菜色美牛，遮尔澎湃时，足毋茫甲别人分享的是，咱嘛会当安那？上帝啊，做伙来甲我做伙来食饭等等，咱会当邀请上帝，甲咱做伙来做。逐时逐刻，咱拢受到上帝。相信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咱一定会哪来哪亲近咱的上帝。所以今仔礼拜煞，咱转去了后，咱就做伙来学习这个功课。每一天、每一刻，咱拢来受到上帝。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将心归乎上帝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将心归乎上帝。每天灵修，时时刻刻灵修；每天亲近上帝，也时时刻刻亲近上帝。将咱的心归乎上帝，也愿咱哪来哪听咱的主，互咱的生命会当显出主的荣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，我要搁一摆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知，阮是你所创造，是你所疼。主，你从来拢无毋茫，阮会当为你做啥物？你爱的只是阮会当将心归互你。阮意爱你所意爱的，阮欢喜你所欢喜的。主，互阮会当体贴你的心意，会当照你的心意来行。主，就恳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学习常常来注意你，常常来受到你，互阮逐时逐刻有你甲阮伫底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就求主帮咱，求主引带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